Hello， 我係 Yumi 啊，咁尋日咧就跑完9場賽事啦，咁唔知大家有冇睇呢條片呢？嗱，講到明啊，就算強如潘頓咧，都唔夠膽拉馬會主席嘅馬，咁呢一隻馬力咧，最後贏馬嘅賠率咧，竟然有6個開啊！咁大家如果有睇呢條片，一定有得着啊！嗱，另外尋晚咧就有隻電源之駒咧轉咗去廖康銘馬房啊，3出2個 win 1個第二，咁唔知大家1個月前有冇睇 Tracy 呢一條片呢？如果有睇 Tracy 呢一條片咧，就一定知道隻馬咧一定要跟進啦，因為嗰位馬主朋友咧講到明熱門輸足有佢份，爆冷嗰場咧冇馬主份啊，咁唔拉就有鬼啦。嗱，另外啦，5月份嘅資料咧，我哋將會有一個大加料嘅，咁所以大家咧記住加阿 Tracy 個 WhatsApp 啊，咁喺賽日啦，甚至乎係平日啦，我哋咧都會將一啲咧馬房嘅消息啦，同埋馬圈嘅花生事咧，同大家分享嘅，咁所以大家咧記住加佢 WhatsApp 啊。嗱，另外啦，喺呢條片嘅最後咧，我亦都會有4場嘅足智賽分享俾大家嘅。Hello， 我係 Yumi 啊，咁大家咧就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啦，俾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，因為嚟緊咧我哋就會加開賽馬同埋足球嘅短片啊，咁如果唔想 miss 咗當日 tips 嘅朋友咧，就記得要撳埋呢個鐘仔啦。嗱，先講咗尋晚第8場1號嘅嗰一隻馬力先啦。嗱，呢一隻馬力咧真係潘頓。嗱，大家有冇睇全日嘅潘頓啊？嗱，頭嗰幾場咧其實佢都係悠悠閒咁噶。嗱，分別咧佢第一場嗰一隻咧聖神威咧，咁基本上都唔係好打，唔係好推噶。嗱，臨尾咧就跑得接近入唔到位置啊。嗱，另外第2場啦，葉楚航咧亦都有手影啊，贏嗰隻咧天天得樂啊。咁竟然咧跑嗰隻香港精神咧又係啊，咁啊留到最後啦。嗱，基本上咧入到直路之前咧都知道冇機會噶啦。咁但係潘頓咧去到第8場嗰一隻馬力咧就完全唔敢怠慢啊。嗱，所以有時啲馬咧真係唔使度噶。嗱，你淨係睇啲關係咧就會知道啦。嗱，無論關係好啊，有時嗰啲組合咧，所以大家咧不能不信啊。咁尤其是尋日咧竟然有6倍啊呢一隻馬力。嗱，咁亦都係問過馬房手足啦。咁之前咧，如果大家有睇片咧，都講到明啊，2班都夠數噶。嗱，唔信大家咧可以聽多次嗰條片啦。嗱，一早咧已經講咗2班咧都夠力噶。咁大家咧拭目以待啦。咁呢一隻馬咧亦都會升班噶啦。咁就80幾分啦。嗱，相信2班咧一樣夠贏啊。好啦，另外啦，咁啊電源之駒馬主朋友咧都有透露啊，咁呢一隻馬咧喺文家良馬房嗰度咧減分咧減得非常之着數啊，咁喺3班爆冷入位嗰場咧，即係咧金盛名區告甩咗信心星嗰場咧，99倍跑第3冇份買啊，嗱跟住咧降班跑4班啊，咁2月19號嗰場咧3.1倍大熱門咧跑第4啊，嗱嗰一場咧就落重注輸錢啊，唔老氣就有鬼啦，嗱所以有時咧做馬主咧真係好谷氣噶，嗱不過明智之選咧就真係當機立斷拉走啊，咁呢一隻電源之駒咧雖則以前喺蔡約翰嗰度拉走咧，咁但係好多人咧都覺得一定係用盡啦，嗱點知隻馬咧跑到而家7歲都可以咧連續贏咗2場啊，仲好似一隻後生仔咁樣再贏上去啊，嗱馬房咧有講到呢一隻電源之駒喺3班咧仲有揸拿噶，即係咧仲有頭馬喺手噶。嗱，稍後大家佢照出，大家可以照跟啊！嗱，短期內咧都會報名噶啦。嗱，因為咧趁住隻馬有用態咧，咁啊亦都好多謝咧馬房手足匯報啊！嗱，所以有時咧大家不妨留意下，做馬主咧真係好慘噶。嗱，爆冷未必有佢份賣，熱門咧就有佢份啦。咁其實電源之駒咧都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嚟嘅啫。嗱，稍後咧我哋再收到一啲馬圈嘅花生咧，都會同大家透露噶。嗱，好啦，我有4場嘅足智彩心水推介嘅，咁第一場呢，就係4月25號凌晨2點鐘荷蘭乙組聯賽主隊嘅洛達對住作客嘅海牙。嗱，主隊嘅洛達呢，真係失球數字呢就偏高啊，完全唔打後防嘅。嗱，長期呢都係失球嘅數字呢比起入球嘅數字高啊。嗱，但係反觀海牙，其實今季嘅防守力呢真係大大增強啊。最緊要呢係攞到個平衡啊，咁起碼入波多過失波先啦。嗱，今次海牙作客咧，咁主客和咧就有 1.93 倍咧，都算係叫做偏低啊。咁所以我相信海牙咧應該可以贏呢一場賽事啊。
好啦，第二場啦，就係4月25號凌晨嘅2點半，比利時甲組聯賽主隊嘅布魯日對住咧聖基萊斯聯啊。嗱，呢兩隊波咧算係比利時球隊入邊咧個火力最強嘅球隊嚟嘅。咁尤其是作客嗰隊咧聖基萊斯聯，經常性咧都係開大啊。嗱，呢兩隊波對壘咧，其實佔咗6-7成咧都係入球大嘅。嗱，今次入球大咧都難得有少少分頭啊。咁所以咧我就會揀呢一場波開大啊。好啦，第三場呢就係4月25號早上嘅8點半鐘啊，南美球會杯主隊嘅伊基克呢對住作客嘅斯恩斯亞盧啊。嗱，呢兩隊波呢，其實佢哋個別嘅入球大呢都係偏冷嘅，咁但係今次好特別啊，咁兩隊波合成嘅入球大呢個賠率唔淨止係冷啊，仲係呢只係得呢個呢 1.85 倍啊，算係偏低啊。嗱，因為呢兩隊波呢，其實經常性各自入球大呢都係挨住2倍啊！嗱，喺呢個咧咁古怪嘅賠率入邊咧，不妨搏一搏呢隊咧伊基克入球大啊！嗱，好啦，最後一場啦，就係4月25號啊，早上嘅8點半，南美球會杯主隊嘅帕里斯天奴咧對住作客巴西嘅代表高士路啊。嗱，巴西嘅代表高士路咧，其實近況都唔係話好叻嘅啫。嗱，但係咧，通常南美球會杯咧呢啲喺主隊入邊咧，通常都係讓人哋作客嘅。嗱，但係今場咧就唔同啦。咁主隊嘅帕里斯天奴咧，其實近3仗贏咗2仗啊。咁反之然，高士路嘅成績咧就唔係咁好啊，咁但係高士路竟然作客係讓人哋平半高水位嘅，咁所以今次咧我就決定揀呢一隊咧作客嘅高士路主客和贏啊，咁現時咧有1.92倍嘅。好啦，希望足智彩心水推介幫到大家手啊！